这个台湾神学院是在北部，是当时候马偕牧师来到台湾的时候所建立的一间神学院。那台南的台南神学院是由英国的马雅各医生，然后通过再来接着就是巴克里牧师所建立的神学院。但是这两间神学院没什么差别，因为这两间神学院都是在我们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体制底下的神学院。但是这两个神学院都需要我们很大的帮忙，因为它都是过去在我们的这个奉献当中来建立这一些，因为它不是政府的机构的，所以它需要从教会的资源来帮助。所以每年我们都有一个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有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所以今天我代表台湾神学院来向大家请安，也感谢大家过去在为神学院的奉献代祷，让这个神学院能够继续的来建立。那台湾神学院大概这个马偕，我最喜欢他的一句话，我是台湾神学院的学生我最喜欢他的一句话就是宁愿烧尽，不愿朽坏。他的人生做到最后一刻，当他生病的时候，他还把学生叫到他的他的这个床边来跟他上课。所以他的人生里面，他认定台湾，他也这个把台湾当作他的故乡。很多人问说，那马偕葬在哪里？马偕葬在今天淡江中学里面有一个台湾人的坟墓区。他告诉他的后代说，请你不要把我的骨灰葬在外国人的宣教区。在那里有两个墓区墓园，一个在一墙之隔外面是外国人的宣教区，外国人的墓园，那里面是台湾人的墓园。有机会到台北去的时候，可以到淡江中学去。他告诉他的后代，请你不要把我葬在外国人的墓园，因为我是台湾人，他到这里认同台湾，娶台湾人当老婆，然后在这里一辈子奉献在台湾这块土地。所以他的人生里面说，宁愿烧尽，不愿朽坏。那台湾这么小有3间神学院，一间最早的1876年就是台南神学院那这个是台湾神学院有人说1872，有人说1882它就是在1882真正建立。今天在真理大学里面有一个牛津学堂是最早的校区，后来搬迁到中山北路，再来最后搬到阳明山两个大道我们还有另外一间就是玉山神学院那这么多神学院其实都通过我们的教会彼此建立当中来建立的，因为我们都建立在一个神的带领当中。我们同样是不同的神学院，但是我们希望通过彼此不同的这个关怀，能够建立神学院，让神学院更健全，教会就更健全。我老师在我读书的时候跟我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牧者，在教会里面培育好的青年，让这些有心有意志更愿意为神服侍的青年到神学院去受造就，然后这些受造就以后成为牧者，回到教会再继续做好的训练，这样我们的教会才能够有好的循环。那有了这些好的循环，我们的神果才能够更好。所以我们是一起为神果而努力，不是为哪个教会而努力，更也不是为哪个神学院努力，我们是一起为神果努力。所以今天我只是代表神学院在这里向大家请安，也一起来关心这个神学院，因为这个神学院好，它才会培育出好的牧者，才能够回到教会来，然后建立更好的教会，能够做更好的在这里牧养的工作。所以用这样的心来跟大家请安，也大家关心神学院在台湾这块土地的这个生存，因为它是一个私立的，虽然最近已经成立了，被教育部所认定，可是在经济上还是有蛮多的缺口。所以当你在祷告中，你可以纪念这个教会这个神学院；当你在想到奉献的时候，也想到这个神学院。那我今天很高兴代表神学院。那接下来我要用祝福的人生来跟各位来分享。我选择了这个我们的最熟悉创世纪第12章，上帝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所
带领他如何去面对他前面的道路。那每个人都需要被祝福。我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神祝福你。不然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信仰里面，今天你来到教会，今天你在面对你的信仰，你希望上帝怎么祝福你？以大部分的人来想，祝福好像就是祷告完天上就掉下来，哇，好棒，不用努力，因为这是最快的，也是最享受的。可是当你享受完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吗？我在做生命教育的时候，发现最近我在看一些调查，中这个乐透的人80%比他原来更穷，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去管理，他不知道如何去珍惜，他不知道那个过程是什么，所以他比原来更穷，甚至婚姻失和，甚至染毒，甚至一辈子生活里面就成为一个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日子。这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想的，好像祝福就是从天上掉下来，就是最幸福的。可是上帝拣选亚伯兰的时候，他说，像这个经文说的，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可能从今天的你我想说那是什么地方？有机会跟年轻人打开 Google 一下看一下以色列的地图，或者是这个比较长者也可以打开 Google 打开地图，或者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看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说这个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是什么地方？今天看起来就是一个旷野，一个很空旷，这是一个大石头，很多的大石头，看去没有什么绿意的地方，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还有他的太太，还有他的仆人，还有他的牛群，还有他的羊群。去到那里他能做什么？他的牛，他的羊要吃什么？让大家来喝水。我们今天取水很容易，但是在那里非常的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看起来没有生气的地方。我1996年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先进埃及，然后再从埃及，然后坐游览车往这个西乃半岛往以色列走。上游览车，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上车什么？睡觉，下车呢？尿尿坐了一天之后，从早上这个上车睡觉，醒来呢，怎么跟出发的时候差不多到了下午也差不多那表示那什么？那个地方就是怎么这样？一个需要喂牛羊吃草，一个需要水分的这种游牧民族，他看到这些地方，他有盼望吗？真的不一样。但是亚伯拉罕就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他就愿意放下他过去在他本家所有的，然后往上帝要他指示的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从圣经里面看到，他说亚伯拉罕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每一次迁移的时候，他就做一件事情。我想在座应该有蛮多大学生当你外出的时候，你会去做礼拜吗？还是去了外地读书就忘记教会在哪里？这也是我带青年的困境他在本地里面这个在教会好好的，外出以后呢，教会就不见了，他不会去教会。亚伯拉罕到每一次迁移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就是筑个祭坛。他在每一个地方献祭给上帝，他在做一件事情，跟上帝连接。他做一件事情，他没有忘记他跟神的关系，他没有忘记要向上帝献上他的顺服，因为他的敬拜是上帝。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他就顺服，
愿意出去到一个他可能不知道的地方。从华人来讲，我很喜欢3个东西，就是福禄寿。亚伯拉罕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第一个福分，上帝让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出去。或许我们也会有很多这种犹豫的，那个地方好吗？那个地方可以成圣吗？那个地方可以让我活下来吗？但是他就顺服了。他第一个福分，我用华人的想法，福禄寿第一个。当他顺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后来的人生，他愿意做的事情，神就让他成为一个万国之父、万民之父。所以你可以知道，那是多不简单，顺服的这件事情。第二个是，如果是讲路，我们都希望祝福有什么？有钱财。当我们需要钱财的时候，大部分都想说我去赚，然后我去什么？从别人那里得到更多，那就是路。更多好像就是一种福分。但是当上帝祝福以色列人的人生的时候，你看他们最后走到了灭国以后，他们的生命是什么？他们开始忘记神。所以我把这个路从这个马拉基书你有机会自己打开来看哈，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里面，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我的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以此试看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天窗，让你们倾福给你们，让你无处怎么样可容啊。上帝通过先知对以色列人说，重新的提醒，当时候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要他们学习将1/10送入他的仓库。经过了世世代代以后，他们开始忘记跟神的关系，他们忘记了跟神的约定，所以他重新通过马拉基这个先知提醒以色列人，我跟你的关系，你应该做的事。他说，你悦纳了1/10，我就打开天窗，倾福给你，让你无处可容，比你想象更丰富。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一样，是我想得到更多，但是上帝要我们学习付出。就像这个我们耶稣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给的人比得着的更为有福。大部分人都很难理解这句话。我的学生说，为什么要给？那我给我就没了。如果以功课来讲，我都常常跟他们说，当你学会教人的时候，第一个你就会了。当你教第二个人的时候，你就复习1次了。当你教第3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复习3、4次。这一题你还会不会吗？那是什么？那是福分。我们都觉得不要，我教他就会了，这样他就比我厉害了。这就是我们的自私，这就是我们不愿意分享的一种状态。可是你真的会吗？你自己想的。第3个，禄寿，福禄寿，怎么样得到长寿？我们希望祝福，希望长寿，那长寿要怎么来？长寿是跟人之间。所以以弗所书第6章第二节里面说，要孝敬父母，不是孝顺孝敬父母。这个敬包含了什么？敬重。我们现在都是什么？都是这个配件想对替孩子想太多，但是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孝敬你，对不对？要把你当作是什么？好像是应该的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在世长寿。这个是带着应许的。这一条你如果翻开圣经，它是带着应许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生命里面希望被祝福的时候，被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知道上帝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人想要用各种方式让自己更长寿，可是却让自己的生命更痛苦。当你会孝敬父母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建立了，
你会孝敬父母，你跟他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好。当你跟人的关系建立了，你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都很怕别人比我们好，是因为我们都不愿意跟人家分享。我们很怕别人比我们好，因为我们都在嫉妒别人为什么那么好。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想想，他为什么可以对那么好？或者我们不愿意学习祝福，那个人那么好的时候，我就嫉妒他，你就开始不快乐，不快乐，你开始忧郁，开始觉得啊，应该比我他好，他也没比我好，他别没有比我认真，你就开始怨东怨西，最后你的人生就不快乐，你的生命里面就开始不会有更好的神的祝福在这其中。所以我今天选用这个来跟大家分享是，你想要从上帝得到福分，那你要怎么做？第一个，你要学习让上帝来赐福你。那你怎么看自己的人生？你想让上帝祝福你，你怎么看你的人生？你会不会限制你自己？你有没有限制你自己？没有吗？上帝啊，你是全能的神啊！然后最后你把什么带回家？你把你的困难带回家，你把你的忧虑带回家。你刚刚祷告的呼求上帝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是什么？全能的神，对不对？你都觉得他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你在限制你的神呢？然后最后把你的背包那个重担带回家，交托给他，学习交托，用正向来看神。神他不会让我们活在这种不能经过的明天，他让我们看见他在你的每一个时刻，他跟我们同在。所以学习让上帝来带领你，不要限制了你自己，限制了你所敬拜的神。我很喜欢爱迪生的这个故事。爱迪生有一天他去上学的时候，他的老师就递给他一封信，他说：“你带回家交给你的妈妈，跟他妈妈说，只有你能看。”我相信尹朋友有读过这个故事。他跟他妈妈说：“老师指定要给你一个很可爱的爱迪生。”妈妈打开以后，眼泪边流，然后边把信读出来。他说：“你有一个很天才的儿子，学校对你的儿子来讲太小了，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格当他的老师，可以胜任教育他的重任。希望你以母亲的身份教育他。”他的母亲边读这封信边流眼泪。后来我们知道，爱迪生就是发明我们这个电灯很多电器的一个人。他这样记录着，他说有一天他在家里翻东翻西的时候，他母亲过世以后，他就在家里面这个翻东翻西的时候，发现他原来母亲的柜子，然后打开那个抽屉，发现那封信竟然跟他当年母亲念的不太一样。信里面是这样写的：“你的儿子头壳坏了，我们决定不再让他来学校上课。”就这么简单。但是他的母亲没有让老师对他的限制，学校对他的限制，而阻挡了爱迪生的人生。他的妈妈用爱、用教育来教育他的儿子，让他的人生不一样。我们很容易看到跟所接触到的来作为一种评断，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信仰者，我们不是单单靠人的才能来限制我们，也不要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来限制我们，乃是要依靠上帝跟我们的同在，跟依靠上帝的能力。如果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全能的神，我们就要有这样的能力，就要有这样的信念，他必带领我们走，不然我们只会活在跟信仰在一个很有限的信仰的状态底下。
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祝福的方式，便能成为叫你做最大的祝福被祝福者。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亚伯拉罕就顺服。顺服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是一片看出去就是什么都没有。你要去哪里？你依靠什么生活？现在的台湾你没有办法体会，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荒凉，看起来没有什么生气。尤其太阳照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头都是晕的，因为看过去你都看不到什么。远远看到一棵树，那个山就是那个矿石的那个颜色。但是亚伯拉罕就顺服，他不仅顺服，他在他的生命中的态度也看见了别人的需要，愿意关心他人。这才是他顺服之后所做出来的一种生命的态度。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到？从他跟他的侄子罗德，当他的仆人跟他的侄子罗德的仆人争执的时候，争执什么？争执水草，因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他的牛羊需要水草。当他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的仆人争执，但是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子罗德这么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都在你眼前，你先选。”他是阿金呢，叔叔呢，不是我先选。他说：“你先选。”圣经记载说，罗德一看这约旦河平原这么美，我去了，我去这边。亚伯拉罕跟他怎么说？你选东边，我就选西边；你选左边，我就选右边。就这样，你先选，你看到要什么你就先拿。这还蛮难的哈，因为他们都需要水草，让他的牛羊吃饱。但是亚伯拉罕就跟他说：“你先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右我就往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平原，直到索尔，就是很滋润的地方，所以他就选了。亚伯拉罕就照他选完之后，向另外一边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部分？看见别人的需要，在那个利益当中还蛮难的。亚伯拉罕同时也为了所多玛、俄摩拉向神祈求。所多玛、俄摩拉是哪个地方？后来罗德他的侄子罗德住的地方。当他天使要往这边去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你真的要灭这个城吗？”他跟天使说：“容我可以向你祈求，如果有50个，可不可以不要灭？如果45个不要灭，如果40个、30个、20个、10个。”他跟他讨价还价，他看到什么？看到这些人的生命。这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生命。他不只是顺服，他还看见人的需要，他还关心人的需要。这跟另外一个先知刚好不太一样，我就用他来跟亚伯拉罕做一个比较。约拿，大家都很认识他，连小朋友都认识他。约拿为什么要上船？因为上帝说：“你去尼尼微城，跟他们说，我在40天就要怎么样，把他们灭了。”尼尼微是哪里？当时候最大最强盛的国家亚述帝国的首都。谁的敌人？以色列敌人，他们每年都侵犯他们，攻击他们。约拿是以色列先知，我当然希望看他灭啦。为什么要怎么样？为什么要让他活着？约拿就起来，就跟尼尼微城不同边往另外一边走。他在限制上帝，他以为上帝找不到他，
他就下到船的哪里？下到船的哪里？最底部，最底部的地方，也就是让大家都找不到的地方。他以为上帝不知道，他以为别人会不知道，他在限制他的上帝。但是上帝让这些水手跟他同船的人抽签，就从最底部把他挖出来，直到他被丢下海里面，直到哪里？直到他在鱼的肚子里面，他才跟上帝忏悔，对不对？然后呢？好了，我顺服了，我去了。哦，去了第一天，那个城要走3天才走得完，他走了1天，他发现怎么会这样？他跟他们说，上帝再过40天就要毁灭你们了，他只走1天，发生什么事？所有尼尼微城的人，从国王到牲畜，都悔改，向神忏悔。约拿就想说，好吧，那就这样，我就到城外去纳粮吧，看看上帝你要怎么做。他就到城外去，在山坡上面看看上帝会不会把这个灭了，因为这是我讨厌的城市，这是我不喜欢的人，上帝就看你怎么做吧。没想到最有趣的是，上帝让一颗蓖麻就从他旁边长上来，遮阴他什么阳光，让他可以很舒适。第2天就让他死了。他跟上帝说怎么会这样？他跟上帝argue有关为什么不灭尼尼微城。上帝用蓖麻告诉他，你为了一颗蓖麻可以跟我争执，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吗？约拿只关心他的想法，但是却没有看见神的需要，跟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在信仰里面不是看我们的眼光，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那才是你祝福的管道，祝福的方式。祝福的人生不是只看到你，看到神。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没得到祝福？我们要来思考，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事情。第二个，人要因你得福，上帝拣选的你，要让你因着你让别人得到福分。上帝对亚伯兰说：“人要因你得福，人要因你得福。”我们的行事思维是什么？只求自己的益处，还是忘记上帝的救恩？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5章第8节到12节说：“你们原是在黑暗里面，可是自从成为主的信徒，你们就在光明中。你们的生活必须像光明的人，光明可以结出一切丰盛的果子，就是善良、正义跟真理。要明辨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不可做别人在黑暗中所做那些无益的事，反而要把这事揭露出来。他们在暗地里所做的恶，连提一提都是很可耻的事。人要因你得福。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当我们被拣选成为神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怎么行，我们要怎么做。但是人总是比较喜欢嫉妒跟怨恨别人，因为他比我好，他也没做什么，为什么就比我好？为什么他可以？我们一起同事，那我比较努力，为什么他升官我没有升官？为什么他就可以站在正敬拜？为什么我就不行？我们很容易活在这种的状态里面，让我们嫉妒，让我们怨恨。我们都希望我们成为善待人的人，无论是否得到回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善待人的人，无论是否得到有没有得到回报。我们要学习感谢，感谢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情。当你学会感谢，你会知道你会看重神。当你学会感谢，你会知道有些时候人不能只看表面，有些时候没有表达出来，也不一定真的没有感谢。有些时候人做事不喜欢
太凸显，但是你却以为好像他没做什么，或者是没有真正的帮助。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叫做路遥知马力。路遥知马力，我们都知道，好像是我们中文里面读到说啊，这个就是啊，这个久了就知道你的人心是什么。没错，有人这么说，路遥知马力，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因为你准备好了，以后就有机会。啊，日久见人心，好像未来为那些心灵纯洁的人所预备，是没错。可是我比较想讲的是路遥跟马力这两个人的故事。路遥跟马力是不同的人，两个好朋友。路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马力是一个这个马力的爸爸在路遥的爸爸的家工作当长工。这两个人这个很小就认识，当很好朋友。可是一个是富有的人家，一个是仆人这个仆人的小孩。他们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可是人会长大，到结婚的年龄，路遥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有很丰厚的爸爸给他当这个聘金马力呢穷困没有，所以我常常在我们学校里面介绍我们台南的这个文化历史的时候，最喜欢介绍的就是嫁妆怎么样，一牛车用带爱带大人人嫁呢。唔通给大家讲，我唔知这个故事那马力呢没有聘金，所以他只好跟路遥说可以借我钱，跟我相娶了。路遥他非常的大方，说没问题，借你。可是有个条件，前3天的这个洞房是由我来执行，要不要？要不要？前3天呢，很重要，马力很煎熬，要不要？最后他答应了。好，为了我未来的人生，我总不能光顾一辈子，接受。但是他内心很煎熬。结了婚3天，他在那个内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到了第4天进洞房的时候，他就倒头就睡。棉被盖起来就睡了。那太太就觉得很奇怪，就说：“你是安怎？你怎么了？前3天熬夜念书，第4天倒头就睡，你是怎么了？”恍然大悟说：“原来我被我朋友耍。前3天呢，那个路遥呢，进洞房都在读他的书，也没跟他太太怎么样。所以这是个玩笑。”他就很生气，他说：“好，既然这样，我就好好努力读书，将来可以进城当官。”没想到他真的后来考上了到京城去当官。但是路遥是一个很性情豪放的人，所以他坐吃山空所以慢慢的他的家也中落。但是他想到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马力，他在城里当官，所以呢，他就跟他老婆说：“好了，我去找他，可好不好？”说：“好，你去马力见到这个路遥来，就非常高兴招待他然后呢，路遥就跟他说明了他一切。但是马力就说：“好，我知道吃喝了喝酒吃这个你来这里就好好享受我们兄弟一场但是路遥很懊恼，为什么我跟你讲的事情你都没有跟我提？借钱给我可以回家，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但是这个马力还是说：“好了，我知道那个没问题啦这个喝了。”但是好像都不在意他的事情。他这个路遥想了想，算了吧，他就回家了。那回到这个村庄外他就看到一些很奇怪，他家门前为什么这么多人然后他叫一个仆人来问一下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死了吗？因为他出了村庄以后，这个马力见到他以后，就送一个棺材进到他们家就告诉他太太路遥因为外出死了所以我把他的棺送回来。路遥更生气这个我去跟你借钱，你不借我，还这个把棺材送到我家他在生气的时候就打开了他的这个棺材一看原来里面都是
金银财物、马力送来的。上面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七手空房，我让你七哭断肠。虽然是一个玩笑，但是他们人生里面彼此带着一种什么爱跟祝福，感觉外在看不出他们彼此之间好像互相帮忙，可是不能只看外在，而是内在里面那种彼此的关怀跟彼此的爱，那才是路遥知马力。所以人生数十年，我们认识的人又有多少？你能找到几位真正懂你心的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好好的建立跟人跟神的关系，不要这样子放在怨恨这个人好，怨恨这个人怎么样，而是好好的去认识这个人，能够在信仰里面彼此的共融跟彼此的扶持。第三个，我要为大家就是为你祝福的人，我必为你祝福；咒诅你的人，我必咒诅他。雅各书里面第3章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做多人的师傅。”因为晓得我们是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有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那就是完全人，他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让它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勒住自己的勒住自己的舌头，免得在话语里面来得罪神。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知道大家都会常常遇到很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会在失意的时候对他人评断，我们会在失意的时候对他人攻击。但是生命教育课里面有一句话这么说：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习惯，习惯决定了性格，性格决定了命运。我在学校教书最痛苦的就是让学生口出，我都跟他开玩笑说，你唱很不经意的就把别人的爸爸妈妈请出来，很习惯，真的很习惯。我们会不会很习惯的也会批评，把批评放在我们的嘴里面这个怎么样那个不好啦。我们看事情的时候的角度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从思想开始去面对我们的思考，跟我们所说的话，跟我们在传递的信息。台湾最近充斥的一种叫假新闻，非常的多，为了得到选票，为了得到别人对他的认同，为了打压别人的生意，让自己的生意更好。后来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思考，当我要转传讯息的时候，我有没有好好的看过这个是真的是假的？不然我就成为谎言的代言人。是不是我们能够去control我们自己在谈的话语，跟我们在传递的信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传递什么。虽然你可能传递了一个讯息，可是它如果是影响一个人，那个讯息就成为他一辈子的痛苦。所以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那更重的、最重要的。如果在信仰里面这么说，看重最重要的什么都不缺，看重次要的什么都缺。上帝要我们学习祝福人，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去学习祝福人？在语言上肯定人，在语言上鼓励人，看重最重要的，就什么都不缺。所以我们也会烦恼说，那这样会不会什么都没有？我会不会吃亏耶稣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操心，这些事都是不信的人所追求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要先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祝福的管道是什么，让我们学习顺服，关心他人，学习去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再来就是真心的相待，不要只看外在，真正的去了解。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或许他看起来是这样，可他内心里面是真的是什么？好的、好意的，不要只看外表。第三个就是要学习祝福人，因为祝福人是很重要的。神要让我们学习祝福人，而不是咒诅人。
愿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习去祝福人，祝福自己，这是上帝祝福的管道。对不起，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跟我们被神祝福的管道。箴言第12章里面说：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你想让上帝怎么祝福你？你希望你的人生里面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学习顺服神，学习关心他人的需要，学习真心的去了解他人的想法，不是只看到表面，然后让神来祝福你。虽然有些时候你觉得他不如意，虽然这个人不觉得没有道理，但是学习去祝福他，让神去改变他。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唯有上帝能改变的。用祝福去祝福他，让上帝改变他，不是你去改变他，这样才是一个祝福的管道。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耶稣对我们说的。不要让自己在那边用你的方法，有一天你进入自己的网络。希望我们在祝福的人生里面，从天祝福到你的人生，让你的人生因着你而祝福到别人。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更多的力量，得到更大的祝福。愿你恩膏我们富强教会，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子兄弟姐妹，享受在你的祝福里面，享受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